即满若是厝价贵三三，税厝的压力嘛愈来愈大。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，2月份厝租的指数有加108.07，是搁再创下新高，年增率有加2.57%。都有专家分析，通货膨胀、厝价贵，也搁有厝主持有的成本增加，这拢是厝租价悬主要的原因。所以短期内税厝的价数要落，可能是真恶。 大台北地区厝贵三三，真侪人买袂起，只好用租的。香港近年来，这租金也是一直起，对租厝的人来讲，感受上大。我在万隆那边大概4、5坪嘛，然后是雅房，就9800这样子。租金可能会到就是月薪的一半左右。 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统计，今年2月全国厝租指数达到108.07，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，年增率达到2.57%，已经连续19个月超过2%，也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上大起伏。若是以开发来看，中部地区年增率达到3.19%，是全台湾上悬的。搁再来是北部地区甲南部地区。专家讲，主要原因甲市场供给需求失去平衡有关系，因为买厝爱赚更加侪钱，真侪人只好先用租的。另外，通货膨胀。 厝头家持有成本增加，这种是租金会起的原因。因为通膨，再加上所谓的房东转嫁、一些补贴跟税负等等的部分，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新的大楼，它会成为市场上面新的供给，那种种的因素呢，都会造成整个租金往上扬。 厝价甲厝租拢愈来愈悬，有一项房屋交易平台调查统计出10大租不如买的地区，其中受到地区效应影响，新竹县德东镇伫不考虑自备款政府的租厝比买厝负担更加重，真侪租不如买的地区第一名。专家建议民众沿生活群捷运站这交通重点附近来租厝，应减少这通勤的时间甲费用，也是用共租的方式。另外，全台租厝行情，内政部也伫官方网站公布，应真侪选择应负担合理厝租的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